係啊，你咪連嚟放咯。乜 Q 嚟嘅咩咧？乜嗌到劏豬鬼叫咁？哇！表哥你聽到你唔覺得核突嘅咩？我鬧到閪咁，冇放你歌啦，換個手啊！似唔似啊？毋庸置疑啊，表哥！哇，揈到真係成身出晒汗啦！喺邊度買嘅？呢個係潔柔紙巾，面油親膚3層加厚，係我喺抖音商城秒殺頻道買嘅紙巾，一單唔使9蚊咋。我仲買咗好多實用好物，點商城進入秒殺頻道或者直接點評論區就可以買，仲有超多優惠券限時發放，搶到就係賺到，就喺評論區度先到先得。係啦，表哥，你依家仲有冇聽粵語歌噶？整翻首粵語歌嚟，聽女神嘅歌，衛蘭、楊千嬅、祖兒、江海嘉。入來入去輕飄飄，上舊入晒眼淚水都飆，豬腳咁大條，我點頂得了？原來你講嘅女神係泳衣女神啊！隻手指了涼了，我一直以為好小眾嘅添，佢啲歌。